一定给咱为小大家大家好。有钱人晚安。这次这方面好，各位同学大家这是方面。当然，咱合作方面，我相信讲，你咱这个技术的贡献，对合作方面这部分应该每一个单位吼做用心研究。但是这部分确实，咱也当真正对这部分的新世界真正去来探讨。咱有发觉到，确实，无相信这么样，咱真正去感受到。那今日呢，因为咱做达到这段进行迄段已经36岁，36岁，咱已经讲完了。即摆继续36岁的后边这段，我讲一遍，咱对我念一遍。拟定属地，自为游客，有谤文经，不要谤经，最终无所，欲无外相，欲上外，而作法有真。亦讲亦道行，说有无之各患，如是之言，累劫不可见性，但听依法修持。莫必不殊，以德性，口难心难，以德性。莫必不殊，以无德性。看来这看来。欲听我不修，欲听说不修啦吼。令人反省邪念，但依法修持，无自上法师，立定用我，依处说。依处用，依处作，即不是本宗。因为咱合作会了后壁，咱继续甲恁讲。因为每一个说法的当中，因为咱伫这世界的上内底当中，因为众生有众生个人。对法上内底的见地甲见解，但是众生的知见，总是伊咧讲的是拢是对法。众生的知见，伊无能讲入到实相的这个分法。咱若做人来讲，众生伊若讲有，你就用无来对；众生伊若讲光，伊就用红来对；众生若讲叫做上。你就用常无常对，这叫做这个叫做相对。相对就是讲，因为你要破众生的相，你若无用相对甲对，但是你要注意个，咱讲二什么二相相因啦吼，在这有话咧讲，二道相因啦，二相相因啦吼。二道相因，生中道因。什么叫做二道相因？就是讲常甲无常，这叫二道。但是中道因就是讲常甲无常，
拢是世上的世间法。你要咧进入真常之道，活甲活，暗甲暗甲光，这是一个相对。但是你要迄个要讲真光，真正迄个光，迄个光就是无暗甲无暗。就咱华城咧做比如，咱真叫做光嘛吼，等者火甲同啊叫做暗嘛，吼，啊若甲门仔在日头若开起来，有光甲暗的差别了无？迄个日头射落了后有光甲，啊，迄个日头就是讲叫做绝对，伊叫做中道，伊就是讲迄个物件。啊，36对的物件，就是伊安怎讲的36对，伊就是讲超过这个物件。你因为你甲众生同济，你讲上，伊讲无上；你讲上，伊讲无上。啊，两个我真来做去。因为你我讲跳去顶悬，迄个真相。你讲暗，伊讲光；你讲光，伊讲暗。你我讲进入了真正，迄个真正的物件。你讲咱人是有生，啊，伊讲有死，啊有死，甲有生，啊就是咱世间观内底当中叫做生死生死。但你有我讲你到绝对无生到无死，迄个物件。迄个绝对的无生到无死，迄个叫做二道相应，中道义，迄叫做无生到无死。生死是世间的人咧看，无生到无死是无绝对生，无绝对死，这是我咧看的角度。所以那讲，叫做三界有心，心不有，心不有处，妄言无。妄言无是一菩提后边有诶那种。生死两环分袂结，迄个边境就是无生甲死，无粒甲无粒环，哦，没有生，没有生，没有死，伊绝对的解脱。啊，所以生死是世间的人咧讲，所以36对就是讲这物件。那咱真专，咱嘛咱讲甲真清楚啦吼。但是后壁伊就甲你讲，或者甲你讲。人作甲你讲，逆境思维，你若爱知影，爱若知我咧讲的这法是讲这物件，自个有可，咱家己卖啦吼，家己无知啦，家己无了解啊无要紧，啊无看别人嘛是拢卖，了青梅看青梅，啊看你个戏，看你买起戏啊，啊你青梅咧家己弄咧无要紧啊，你互别人通炒落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安尼解释，啊，你家己袂要紧，哦，自袂有可，无袂害着别人嘛。咱讲起是你家己的代志嘛，有谤佛经，甚至呢，佮诽谤佛法，佮诽谤佛经，哦，安尼这就当无，但不要谤经，罪将无数。伊讲叫咱唔通着去诽谤这个经典。经典是圣人的智慧，嘛圣人伊用着伊的法则力开出来绝对的物件。但是咱要注意哦，伫咱经文经的21分内底当中哦，叫做无说所说分的内底当中，伊就讲啊足清楚哦。伊在讲，说菩提有人言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就是谤佛。好，何以讲？此人不能该我所讲，所讲何可说？是名可说。这句话就是讲什么物件？我今日咧真正袂得咧讲经，我真正袂得咧说法，有人咧诽谤不得，就对。所以你有法判决就判决这个所在，而且判决这个所在，这经你拢无得写吗？但是你一定要了解，这经是一个文字，经卷是一个文字，解脱嘛是一个文字，涅槃嘛是一个文字，圆满的解脱嘛是一个文字，迄拢毋是文字，迄拢毋是叫做解脱。真正解脱是无文字的物件，真正实相的内底当中就是无文字的物件。但是咱嘛了解，因为佛陀当时咧讲经说法，咱嘛知40几年的经典。咱知影，17年阿含经，比例
用顶经，22年发这经，27年、8年的内底当中学下经，最后咱啊讲一个经叫做哪？叫做义道经，叫做道经。啊，那咧我就讲49年的经典，啊，你甲讲伊咧讲49年的经典，你拢讲叫做放分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哦，啊，即做落力足大，落力足重，啊，讲叫我讲嘛袂使，啊，你唔叫我讲嘛袂使。即句话，咱一定种什么啊？伫姊妹，无分离啊，佫唔拜，啊，若分离啊，佫哭拜，啊，人咧拜头拜一空的，啊，若无迄个形象离啊，佫唔拜，啊，若无敬离啊，叫袂，若无敬离啊，哦，你佫唔知啥物叫做敬。啊，若甲你讲经义啊，啊，你搁执二经，你毋知你就是无换经，你这无换经是你心性上换经，这科你无用着。所以你若用着外口这科，那安尼你内心世界这科，甚至叫自力求考。好，啊，你家从外口你在这科清净经，你家己变成复杂去啊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足重要是讲。咱来知影，因为所有的文艺就是一个工具，所有的文艺就是因为参着一只牌仔，这只牌仔就是要你出门到彼岸，你出门到彼岸，这只牌仔毋是绝对，哦，你若这只牌仔坐你出门到彼岸，你要坐伫牌仔顶，你创唔起，啊那安尼，你出门到彼岸，你这只牌仔要创啊？甚至你讲牌啊，迄只牌啊要放下去，你才爬去。你入地球，地无所法，如法如者，法上应下，无可违法。这是我道理经讲经的第六分，甲你讲啊足清楚的物件。所以你要甲你讲的，咱以这段话来做这段话来讲，今日咱要学大乘法的人，咱来查你用着经，但是你袂使识经，用着经。叫做哪？叫做文艺。而文艺上内底当中，袂使即文艺，叫做言气成空。而言气成空内底当中，你也嘛要即空，你也嘛要即文艺，啊嘛要即味拢无。安尼叫做空有本意的道理。空有本意的道理当中，会当走到对第三义的来，就是即见如来。所以呢，因为足侪兄弟姊妹，你若无文艺。又搁毋知要安怎入法，啊！你若文艺会，伊搁要执入法，哦，就是像我常咧比喻，咱感冒药食好啊，咱都开始一直咧食感冒药，哦，你食一个感冒药要创啊？我着迄个感染病毒，但是我这药传来食，我病毒就2条，食到剩1条。啊！你才开始咧食对1条，你食到剩2条。啊！你毋是家己有问题，意思比不能听啦吼。啊，讲咱今日所有一切法，都是应你需要。当你无需要当中，你毋免着去接离遐物件。安尼叫做跳出文艺，叫做无接文艺。安尼叫做当下，当下，当下你就放下。一切思想上内底吼，因为你得到的真正你清净发这菩提，你得到就是你家己真正清净发这菩提。你毋是得伫这文艺，你毋是迄个经典哦，你是哦，迄个经典我读过啊，读啥物经，我读10堆，读到我比圣经嘞，对不对？你若讲你即愈这比什么愈严重，所以这段话咱一直爱，这2年爱跨会开，你当我当作入面内底一个。所以咱来讲，不要妄听。迄个妄听有分做2种，一种就是诽谤，一种就是执着。所以咱六祖慧能，伫六祖当中有一段话咧甲伊讲，伊讲哦，恐惊无人不解，哦，恐惊无人不解啦，哦，损皮坚硬，必劫先生断不精神。恐惊无人不解，就讲恐惊无就是讲地的人不解。顺皮坚硬，顺
顺利建立的诽谤建立，现在诽谤建立。你讲啊，什么经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什么经？你讲到尾啊，变成经，啊，你讲到尾啊，怎有什么来讲？啊，叫做诽谤嘛，吼，那叫做顺利建。顺利建立就是讲诽谤建立的意思。但是后面有话怎讲？必劫先生本的精神，必劫哦，一劫偌济，一劫100万年哦，生几千遍哦，你的魂精神已经动摇哦，就严重，这些可是重要的，所以你明日你学大生活，所以那过去就人讲，一句话讲，宁可这物件，执有成事美。不管什么，即空成界知。宁可即有生存着，我即有迄个寿命算是足大，我宁可即个世间的福报，我若无法度入去到迄个界知，迄个空性，迄个道理，我若毋捌迄个物件，啊，我若入去执迄个物件，我执到尾啊，连甲一个物件嘛拢无，叫做空空洞洞。但是若安尼说倒转，我宁可即有生寿命。我啊，这绝对福报，绝对福报，3000大千世界福报里内底，虽然3000大千世界伊毋是绝对个解脱，但是有物件来说福报。好，既然你讲你对生成的法门你无了解，你对这个界知你无了解，你对咱的自性你无了解，你是惊了解是外缘这一切福报尔，你无了解实相的道理，所以人过去就人讲。宁可执有成界知，不愿宁可执有成事美，不愿执空成界知。这句话就是安尼啦。你既然无了解上的道理，了后你会执伫迄个物件，安尼就参照我过去我讲这句话。我去到的是菲律宾，咧讲金毛姜的时阵，迄个平时物件，因迄个查某囝，你讲到伫迄个对一个所在啦，吼。一个小岛，啊，怎过来？因老母就讲，啊，人家听你讲金毛姜，啊，免听啦，遐讲空啊，讲空啊。我毋免听啦，伊对金毛姜做了讲空啊，讲有当时后日若拄着大量袂空啊，若拄着大量就看你要哪空啦。所以迄就是真正无了解上的道理。啊，所以咱第一就是讲，伫修学过内底当中。袂使讲不经，不要讲不经。你若讲不经了，你的罪状无数，狱中上有外。假使你若着上就执着离外口。咱人啊拢看外口清楚啦，看内底世界看袂清楚，要看别人足清楚诶。我正看阿珍内面有条无条啊，有乌斑无斑，足清楚敢毋是？我甲你看我乌斑条，乌斑这斑条是有害无？我等你看啦，因为我无走斑条，我等看。我看人内心世界足准的，你讲落我听我就知影。但是我甲你内心世界，我想一堆，我想毋知，我执着一堆。那佛就甲你讲，若我上因上众生上受摄上解菩萨，迄个我上因上对另外迄受迄个众生上就是哪？迄叫做众念众生。咱有偌济，咱有偌执着，你拢知影？咱有千万执着，咱有几啊台花车，咱有几啊台单车，咱有几啊台头，咱有几啊台马车拖袂了执着呢？因为你有业就执着，拖了咧。要放下迄个执着啦，毋是啊简单诶。你有执着无？阮查某囝，阮后生我会实在读错。你望多久？你看家己有问题无问题？你问大什么？你看有问题无问题？因来讲你有看法，因伊嘛有看法，敢是安尼？毋是个执着，看法就是执着嘛。看法就是啥物件？就是想嘛，叫做。众念众生嘛，叫做我想作是想。我看你啊，像是几点啊，5点啊，像是4点啊，像是3点啊，像是几点啊，看袂起来，会安尼袂？你家己会想袂？你想
你的心会是安怎？分满，一摆动一个，两摆动一个，三摆动一个，袂讲讲看袂久就讲袂看你去安尼。啊，毋是安尼，啊就要共念啊，啊共念会安怎？对方袂晓念，对方会执着袂？对方嘛是执着啊，对方就是讲困念念，今日你干嘛毋是袂你啊啦？对不对？啊，当官就了了，啊来就要分，来就要带弄你的囝，啊你的媳妇弄你的囝，你的囝弄你的媳妇，就要搬出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咱家出生活，啊若是恁呢，啊无离婚，啊这代志是毋是拢直接着来？离婚足简单个，啊算小离婚，这就是拢爱来。这叫做哪？这叫欲着上有啊！哦，咱无当伫咱内心世界，啊去找咱内心世界家己的物件，拢是恁啊，拢去找别人的物件，真正去找家己，真正家己找无物件。我想讲，有智慧的人对内心世界找愈侪物件，就是对自己的智慧对自己的智慧就是愈大。找别人的物件愈侪，就是家己的智慧愈需要。找家己内心的世界，家己若有法度一直找家己内心的世界，啊，最好出来，就是哪，你的智慧愈大。若找着别人的智慧找愈侪，就你的智慧愈需要。你出去甲我想看有影有影？毋过咧，咱正甲想象咧，世间的人，除了学过的人，哦。啊，无世间的人是拢找别人的存在者，啊，拢清楚的嘛。所以咱家己讲，欲着上有外，而作法求真。你着上有外，啊，而作法就是做外，修法别人叫做人求真，你甲当作是真的啦吼。合讲入道场，说有自个烦啦吼。就是讲。讲入道场，真足是这个物件。到尾啊，家己家己要自小皇帝，家己会做满，遮我的，遮你的，遮我的意思。这道场就足是这个问题。咱讲道场也佛教就足是这个问题。咱讲到佛教，这当然叫做无法施记，无法施记叫做斗争施记，啊无斗争叫做斗争。啊斗争就你袂晓，我袂晓，我袂晓，你袂晓，那叫斗争。啊，斗争就家己做满，啊，毋是？啊，是啥物问题？就这来，就是着上有外，我看你袂晓，你看我袂晓，安尼毋通家己做满出来。啊，咱若有一体无关，我看你会晓，也是感恩；你看我会晓，也是感恩。有这个问题无？当然嘛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伊甲你讲哦。而作法求真，哦，我今日去着上有外，我今日作法求真，哦，我今日修道是真的，我今日修道是迄个实实我今日讲入道场，哦，你当然按我修哦，你当按我行哦，我这拢是哪？我拢是千足的咯，啊，你拢是安东的哦，啊，你拢是铁线的哦，你拢毋是金线啊，是毋是真就是安尼？今日一个来找我，对着我讲。家己的啦，身上能讲无紧。来找我就是讲，他们是龙的传人，伊是灵的传人啊。咱如果伊的天命就是灵遐啦，安尼听无？我就甲讲，我嘛足尊，我嘛足礼貌甲讲，秋仙人，你是多只讲这无在用啦。好，咱老先人都现在悲哀啦，分做四个物件啦，上仙人这一派。2节人这一派，5节人这一派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几派？安尼3派，一派咱无甲人行。2节人这派就是台中嘛，3节人这派就是迄个我拄则你讲秋千人派。啊，因为当时3节人，哇，啥物不老节人，拢无老老回去老提锁匙哦，伊个锁匙盖就做看，迄锁匙要开这个锁，要开这个锁，要开这个锁。讲迄个拢无难的，啊！你真是当一个晚辈的前辈，你真倒来咧讲这物件，有啥物人会去接受？啊，哪是毋是叫做讲入道场？该自立门派，你爱来相信我，我爱相信，我甲讲句话，咱来讲道理了。
咱旧话讲讲，伫遐当中，咱伊带5个来，甲因遐2个合作7。我伫遐讲老祖宗，囡仔讲无啥会听。因一个什么人个叫做迄个瑞玉，迄个少年啊，他即马在互我联络，即马甲托我的金毛叫资料。啊，我就是讲，你爱要无，我要互你。你若爱，我嘛讲，若无人要爱，无爱，愈来是违法大人正算嘛，愈来是违法做事情正算嘛。要爱你就嘛互伊，啊若爱，就叫会要紧。但是到尾迄个少年，含真在互我联络，我就讲我有件事要甲，人讲要扭人，互我做简单，安扭就来。咱袂，咱袂使，咱是啦，咱嘛无咧安尼啦。合掌会欢喜。哦，见到心到，咱真正是甲你教，咱无爱去扭人互他。修到学到这道理，咱嘛去扭迄个，咱家己去处理问题嘛，是毋是安尼讲入道场嘛？说有无之个法，讲要有诶无诶，说有无就讲要有诶无诶，之个法个法就是叫做泛滥嘛。真着要讲有诶无诶是对啦。你想要讲有诶无诶？是毋是？你讲迄个都听袂落啦。讲迄个拢听袂落。啊，讲一忙就做忙啦，千年就小小忙啦，安尼叫做哪？毛来毛去啦。安尼啦。啊，对你骗我，你骗啊，大家骗来骗去足欢喜啊。对内心世界，对真理的世界，无真正实在去了解。你若清明你真正心情的发问，你若真正有法，你的方向足正确，你的目标足正确，什么会甲你讲到的，你听得足正确。伊对毋对，你很清清楚楚。你袂讲懵懵懂懂跟他走，懵懵懂懂跟他好，你袂这个问题。现在懵懂，懵懂是要心情哪懵懂呢？懵懂就是不成熟才懵懂呢，有懵懂的不懵懂的就不成熟。你听无？所以咱毋才讲的，如是之人，累劫可变成，直接讲出来。那即款人啊，累劫，即款人累劫，什么叫做累劫？永远累永远，一劫偌久，这劫是一周讲时间，就讲要把累变成，你要变什么性？变什么性？到这讲是非，到讲有诶无诶，到这咧做饭，到这诶时阵啊，咧讲别人对家己拢是圣人，别人是小人，其实家己就是害去啊，毋是经历别人害去。咱常讲苏东坡，讲个先来婚姻是无菩萨，因为苏东坡讲，苏东坡讲婚姻是无菩萨的，不定甲苏东坡讲，哦，你是一尊的菩萨。若安尼，婚姻讲苏东坡尊的菩萨，就是苏东坡的内心世界菩萨嘛，对不对？婚姻讲苏东坡是佛祖嘛，苏东坡为着要报好讲婚姻是迄就是菩萨嘛，安听无？婚姻讲苏东坡，婚姻讲迄个苏东坡讲婚姻菩萨，是苏东坡菩萨的婚姻菩萨。迄就是因为婚姻伊内心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就是菩萨，伊就是要报好嘛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对咱内心世界讲出话，就代表咱的言论，代表咱的行为，代表咱的思想。其实你会讲好话，你菩萨；你会讲歹话，你就是魔鬼。足简单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来讲，为业不能见成，但依法修行，但听依法修行啦，目标不输，利益而成。志业啦，欲听说不修啦，令人反省邪念啦。意思就是讲，如果今仔日你这累劫性内底，当你袂当见成，但听以后是你如果安尼继续修落，你今仔日安尼就顺道咧，因为不输，人拢袂伤，
拢袂去想到个啦。咱较早出话讲啦，哦，五伦，甲是啥物人？甲六祖袂定啊。哦，五伦无思想，五伦无思想，不动不思想。哦，最近心不起，啊，菩提是中无？按逐祖规定就讲，我规定啊，哦，我规定，哦，无起养，不断不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啊，菩提是中，菩提中个中。啊，这是咧讲啥物件？其实即句话就是讲中间一句话。好，你无论有技量，技量就是有技巧的物件嘛，有技术嘛，有巧妙的物件嘛。真理的物件毋是咧，真理的物件是自然的物件。哦，灵断不思想，你有一个灵断。足清气。你有一个灵断，这就是手段。这个叫做灵，这个叫做手。慧灵无起量，不断就是叫做不断，不断的思想。慧灵无起量，不断对境心所起，所起。这个意思，这个灵受，你讲灵受辅名具名。三点水。第几名啊？三点水。30啊。能所具名啊，万象它如如，哦，万象它如如啊，好，万象，咱若做人就安尼讲嘛。灵所爱断，灵所爱断，灵爱断所爱断，你有一个灵，灵就是对方，所就是境，所就是境。这个灵就是对方，灵就是毋是对方啊。灵就是咧我，对方就是境，这个我，这个我相，我相，境的人相，这叫做灵相。啊，若我相啊人相啊境，因为我这叫做心，离心去判断的境，会使认这物件。汉生物件就是万物就造出来嘛，汉生万物就是哪？哦，我相呢，就是这个众生相嘛，众生相嘛，众生相就造，众生就是讲啥物件？叫做众念众生啊，哦，众念嘛。这物件，迄念头做造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离这个叫我不输。又不是的，啊，我做不行啊。对境心所，五伦有技量，灵断必思想。对境心所，心不起，不起就是这个，就是拢无一样，拢无一样。不起就是拢无一样。好，咱今日是遮，你的心有拢无样。无就变插头安尼，无就变石头安尼。你今日是只相，这叫做显分辨呢？显分辨呢？显分辨，你今日相叫显分辨呢？你毋是做只无分辨呢？你毋是无分辨呢？这爱你搞清楚这个方向。显分辨，我看到物件，我听到物件，我伫灵所内底当中。我起的是啥物件？是显分辨的物件，毋是灵所拢做无。我伫心去判断，我伫心去判断着境内底当中，我心去判断着境叫做缘起，这叫缘起。心去判断着境叫缘起。
你元气有空性无？元气有空性无？元气有无染有无？咱元气要污染，你这个元气，你身体旁边的境，这个元气啊，这个元气的当中爱污染，爱污染，那叫个元气成空。毋过咧，你心旁边的境了后，你起了妄想，起了分别，起了执着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相受相，安尼叫做哪？受者相，受者相。咱常咧讲咧，人讲过了就是思索。你这个想起来，这个梦想想起来了后，你去执着这个物件，无事体的，你甲想想，感觉落去，拢甲落去咧头执着咧，30年、50年执着咧，安尼偌济啦。所以变成讲，因为你表目不输，表目不输，表本不输，哦，我总无想啊，这就互你变一个。但听你发修行，就这物件，你照伊安尼咧讲，安尼咧行，拢毋免想啊。哦，不说义道成地界，安尼当中呢，咱规个去怎去变成前头去啊？哦，欲听毛不是，欲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善了。就听扫对啦，但是都无要行啦，无要修啦，用着这个无正见，所以咱佛经内底当中讲，第一个正见。你正见，你邪见，你邪念，那安尼当中，你真正所修出来，拢叫做哪？拢叫做偏见。但以后边仔甲你讲，但依法修行，无自性法师，逆定用依处修，依处说，依处用，依处行，依处作，这不是分宗。这个就安怎甲你讲？但依法修行，这个条你依心法，你依心法咧修，所以咱伫经部经的内底当中呢，咱有30几款内底当中。应如是，为何无应？应如是说，应如是用，应如是行，应如是作。你这个依法，但依法修行，无自你这句来听好看落哦，我来看两字，看啥尔？无自性法师，伊毋是叫你自性法师哦，无自性就是讲啥物啊？无自性就是无染啦，无自性就是无染嘛，你无执着叫无自性嘛。咱有阵时咧看经，拢啊影一个。即句话我看无落去，但伊当然嘛是要依法修行啊。但是伊即句话作重要就是无助，金刚经里第3讲讲安怎？应无所住，应无所住，直接来讲啊，应无所住。这个应无所住，即句应无所住是毋是无所住？那安尼你用着无自性的法师，迄法就是咧讲啦，法理嘛。安尼那无自性法师，你毋是你反正是如是说，如是用，如是行，这个如是就是讲，你今日所说，叫做这种污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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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污染。种污染，
正宗不正？你今日这行出来哦，你无所住上哦，后壁面顶入五，艺术传、艺术用、艺术形、艺术作，即不离本宗，什么叫做本宗？本宗嘛就解释叫做自性嘛，本性嘛就解释叫做本宗嘛就解释叫做本体嘛，唔通叫做本宗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会当你当艺术传、艺术用、艺术形、艺术作、艺术形、艺术作，拢总无染言语，无染就是叫做空性。个空性，空性，这个空性是空空的无，这个空性的内底当中，离空性中的内底，咱讲这内底有空无？啊，这内底有空无？内底空，这像个空气，你有看过？你有看到空气无？你有看？你这个物件，你鼻甲若定，拢无空气，看你叫会倒去。内底充虚，这叫做充虚空，这内底充虚空啊，充虚空啊，这片化色啊，这片化色啊，这有微空法啊，这内底有空虚空在里。你空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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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伊是无染、无染、无染、无染，到我当空性，到我当这四义造出来。你哩说，你哩用，你哩行，你哩做，拢总伫空性中内底，因为你顶完并不是，你顶完并不是。哦，所以你到尾啊所得的就是哪？就是本体，就是本宗。理论佛教讲叫做哪？叫做圆满的解脱。圆满，理论佛教叫做解脱。圆满的解脱，就是佛教的内底讲涅槃，涅槃，涅而不生。它的不属，你不生不属，那不是叫圆满解脱吗？啊，这不是叫本宗吗？圆满的解脱不是本宗吗？圆满的解脱是本宗吗？圆满的解脱就这样，哦，叫做主性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哦，所以伊甲你讲甲足清楚吼。来，那第三个，好了，这个再好点这边啊。欲有人问义，欲有人问利义。欲有人问利义。问有。问有。将无对。将无对。问无。问无。将有对。将有对。问还。问还。将性对。以性对。梦性，梦性，依还对，依还对，二道相因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，生中道义，如一文一对，如一文一对，一文一处作，一文一处，一处，这不是理呀，实有人们，这有人，何名为暗？何名为暗？答文，名是因，名是因，暗是缘，暗是缘，名即，名无即暗，名无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来去相因，生中道义，生中道义，以文色界如此，以文色界如此。逆顶何传法？逆顶有何传法？逆顶有何传法？依处相传相教，依处传相教，传相教是。依处相传教义。依处传相教授。不是宗旨。所以才能讲到足够吼。情况，你看你。所以应该甲你讲得足清楚啦吼。
用有言文理。啊，所有人在问咱的法啦吼，在问咱啦吼，讲问有，啊你来哪讲？将无对，有无嘛？人咧问你有，人咧问你有啦吼，啊有啊，你甲问无嘛？吼，这叫做有无嘛？啊，人咧问你暗，人咧问你明，进前讲啊，你用暗甲对。这个叫做二道啦，这个叫做二道相因啦，这个叫二道相因啦。这个甲这个，这个甲这个，这两个相对，这个二道二嘛，二道这二道嘛相因嘛，但是生中道义，中道义。这个中道义，迄个中道义就是跟他讲，他没有绝对有，他没有绝对有，伊毋是绝对有，毋是绝对无，因为有无是落于这个有甲无落于世间法，这个有无落于世间法，离生中道义，离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。伊毋是落于世间法的相对义，有查某有查某无？有男女有。但是我请问，英文有查某有查某无？无。这个叫做中道义。好，安尼你就听我啦吼。有暗，有光。但是日头，迄个光绝对无暗甲无光，迄个叫做中道义。有生甲有死，有生甲有死，好，这叫做嘛？这叫做二道相因。但是相因当中呢，这个生死是世间人咧看的生死，但是自性中内底有生死有无？那有生死，它是背心，背心尔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就是讲，伊即对人做袂用，就是咧看，因即有足，你像迄个啊，迄啥啦，迄个我咧讲的迄个瑞印啊，伊咧问我迄问，伊咧讲我就用无法看，伊咧讲无我就有法看，伊计嘛想到尾啊，伊听到尾啊嘛，我从火气你听。啊，我尾我哪讲？哦，我前年讲啥，我就听到那些都听过了。伊有当来听好啥啥呢？啊，咱其实想到就过来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因为咱为着要看遐日子嘛，俗为着要家己生存，要互伊证明迄绝对，迄阵敢毋但是迄个志向，好，你讲俗有无？啊，是无常，有即句话无？敢若之前啊，对人做东我袂记啊。侬自性是常啊，人生无常啊，生死啊，这是常啊，伊常啊，无常啊。但是咱若做为用着，伊对无常啊看伊个常，伊毋是照伊意思哦，伊对无常啊看伊个常。即摆因为迄个事情来想，奇怪，我看了环境，看足侪遍，哦，啊，对想呢，明明的常就是咧讲自性，啊，无常就是讲世间。你是安怎讲？你的时阵的心是讲，你为着违背经义，有人讲无？伊安怎讲？当时吴进荣咧上了环境，伊讲过几落遍，啊，我嘛上过落遍。我每一句我都听足清楚，我绝对袂讲讲毋对，嘛袂糊涂就对啦。伊讲常甲无常，这叫常因，这叫做二道常因。但是伊中道义无走出来，
真常时都无走出来，正常之道无走出来，真常时都无走出来。今日咱一般的地数就是有这个，拢以这两个咧相争，拢以这两个咧相争。你讲我讲无，我讲无，你讲，因为你我讲咱跳进这真常之道，这就是咧讲清净，这就是讲空性。哦，所以这段话。应该我咧讲，咱就应该就听这个概念。所以来讲，若有人问你，问你的道理，问有无，你讲无法对，这个无法对，就是伊立作名，就是讲你要修真者，就是要看伊的相，要甲有另外意作的意境，或这个人讲，你讲的我不修相。问无则有对，问完以上这种相像啦，问性以反对，而且就讲出来二道相应，生中道应。不属仙，都不属恶，邪恶，这不是叫做相应吗？安尼不属仙，不属邪恶。这不是叫做中道义吗？这就是咧讲这个物件，就是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讲这个物件。这就是咧讲中道义，就是讲这个物件。不属邪恶，不属恶，这个唔是有物件，互你看会到的物件，是风讲的，我咧讲，是风咧讲，风，我咧讲。风咧动啊，风咧动，风咧动，风咧动，这种叫做二道相应。嗱，做安怎讲？心动啊，仁者心动。唔是风动，唔是风动，仁者心动。仁者心动。心动就是咧讲讲道理，伊直接去表达，因听者惊着，因听者惊着。唔是风动就对了，这个他们观点人无相像哦，这肯定有另外，唔那遐两个听着人在讲，这当时发想发人来，你唔是咱，你是唔是咱是唔要继承所属迄个？人就随暗想着，这人开喙的物件，意见性，这是这么简单的物件，所以咱做为人咧教，就是咧教咱这个物件。咱你问题出来内底当中，要出你应付道亲的内底当中，足侪人会甲你问这物件，但你要怎应付？会讲互你，唔知要怎应付。所以这当中呢，二道相应成中道义，中道义你听话啦吼，听话啦吼。如一问一对，一问一出作，互你问偌济，你就安尼做。一问一出作的，你安怎问，你就安尼做，就不是这个物件，不是理，不是理就是讲这个叫做理嘛，这个叫做数嘛，这个叫做涵盖嘛。安听无？二道相应叫做数。中道义叫做理，这个叫做理，这个叫做数，这个叫做理，这个叫做理。理袂使离开数，数袂使离开理。数若离开理，就是哪？就是咱凡人啊。伊没有数据在走，无数据在行，所以你这句就是来讲，这不是理啊！你今日要解说这数，这数字的物件，你绝对袂使离开这个问题。公共不理想，数学不理，心它是不理解，是不是？这哪呢？迄个点讲起不理性，
说不离心，啊，这不是讲中道义吗？这不是讲中道义吗？啊，这不是讲理吗？这不是讲理吗？色有人问，好问暗，哦，即摆伊就开始咧讲啊。较少有人咧问你啦，吼，什么叫做暗啦？答问，明是阴，明是阴，暗是阳。较少有人咧问你啦，吼，何明暗？什么叫做暗啦？暗对对来。无讲哪叫暗，啊有讲哪叫做暗，无讲暗，啊暗甲光，这是咱众生人咧讲的。伫迄个实体性的迄个理，即个内底当中，伊无对应法的内底当中头一到暗，到暗，甲光，我即摆来讲就做简单比如，咱这个叫做地球，这个叫做地球，这个叫做地球啦吼。这个叫做太阳，太阳啊，我啊，这太阳，这地球，咱而且咧当日当有暗甲光有无？有光甲暗有无？有无？咱这个暗嘛，暗仔在光仔对不对？啊，这阴暗就是二道相因啦，就是二道相因啦。但是这个太阳有暗甲光有无？太阳26时钟伊无暗甲光呢，伊这时钟的伊是完全伊啊如不动呢。我是讲在说者，比如咱这个肉体有生甲有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二道相因嘛，人有生出来有死嘛，叫做二道相因嘛。但咱人死有死无？迄是众生看死呢，咱人无死呢。咱人无死呢，毋通讲做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。我圣经安尼甲讲，不灭不垢不净，伊即四道空中无色，即个空中无色空性的内底无色相的物件内底当中，即个日头就是咱自性，咱自性就参个日头，咱的自性即个肉体有生老病死，伫自性中内底当中伊无生老病死，叫做义，叫做中道义。叫这个物件，哦，好明暗，安尼应该就听我啦吼。明是阴，暗是当然今日咱的日头，就是因为照着咱这边咱叫做光，哦，这叫阴，因为日头照着，安尼听无？因为日头照无着。日头照无着叫阳，日头照着叫做光，日头照无着叫做暗。安尼叫做阴阳，光甲暗，伊就是而且讲啦，明是阴，暗是阳。明若无暗，明若无暗，明无，伊明显暗，伊暗显明，伊这是一个阴阳。你绝对内底当中，你绝对的日头，就无这两个物件。你暗甲光就是有伊有对有关的物件。来去相因，相对话一定是小这。来去相因啊，一定来去相因。有，好，那你讲有无啊？有无啊？明暗啊，男女啊，生死啊，这种叫做相因啊。但是咱对于这个物件爱杀掉，你若杀掉当中，你跳出有甲无，跳出明甲暗，跳出女甲男，跳出生甲死，跳出善甲恶，毋过来咱讲这物件，这物件有无善恶，这种叫做阳，这种叫做阳。有无明暗男女生死，这种叫做阳。什么叫做阴？中道义叫做阴，阴原因，迄个源头，迄个因，原因啊，原因啊，原因就是日头啊。
你的原因就是本性啊，原因就是自性啊。毋过咱看你生死尔，咱无看自性啊。啊是安怎就惊死？因你毋知你即个因就是不生不灭的物件啊。你惊看你缘的生死尔，你看缘的生死，你无看因，看因不可不求的物件。如果你若真正看你修到了解实道，心二道上的心中义了后，你无晓这物件觉着，无所该觉着，你所合解，心中就义，理数好者生中道义。你袂使因为数，伊就是一个变数。这个数就是变数，变数。但是这个数变数绝对袂使离开这个，袂使离开这个。这点画落来，如果这个变数的当中若离开这点，歪个起错，你画袂离。这点若这个数若你个转，讲诶，因为安怎讲？理数合者，因为理数内底变化内底，你扭着你扭着中着你，你三中着你，伊安怎变数，你就袂走去，你就我伫世间内底当中，我变化足济啊，算啊、变数啊、天啊、了后变化足济啊，但是我了解，这是我命的，因为生死总是这是因为是伫这世间法的内底当中是变数。我若好啊修，好啊行，好啊行，如是修，如是行，如是见解。我若好啊行，若安尼当中，我后了到老母娘了到伊的净土了后，你敢袂惊哪位？你敢袂惊死？你袂惊死嘛？因为你杀着伊的重点啊，杀着伊的重点，你杀着伊的理啊，安怎变嘛变袂去？他变袂去。是因为这个叫毋捌，啊，而且学袂识，学袂武，有啦，做罪啦，做业啦，啊，主要学习阮免什么都可以学袂武啦，啊，不过做了新人咧修，毋是咱家己咧修吗？所以有咱而家甲你讲啦吼，来时常你心中就语文识，语文啦吼，学术问啦吼，艺术问啦吼，识该如此啦。拟定以后传法，以此以此转向教授啦，10分钟。疑问啦吼，疑问就是讲，然后佮继续咧问啦，识该如此啊，你爱了解这个道理啦。识该如此讲，然后你问你爱了解这个道理，如。拟定有后传法，以后要再传法，因为附属品就是六祖规定，一定要规控下附属这道，或者符合，因为伊要来离开世间后日啊，伊就当歹说啊。我传互你，你就照我意思行，毋通讲定拟定后传法，以此转向教授。好，但是重点这转向教授。转向。好，你毋通收。有学就是我，但是重点伫对个所在。你这个物件安怎变无要紧，变安怎变无要紧，但是上后壁迄点，这个毛变。你安怎变无要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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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显安怎变无要紧，但是中道理你袂使变。这个就是咧第5分钟，绝对这个变了，规害了，规组拢害了。你要到台北，但是你的 GPS 吼，你的迄个导航，甲你导航唔对吼。我嘛，该导航台北，我该扫伫导航台北，我该扫伫几落去，所以我该走伫外地去，甚至甲你驶伫海地讲，你已经落来了。你10分钟尔嘛，10分钟是不对的吼，这仪式安尼来教育吼，变相。因为那个对佛行那边这边的哈，苏太极元年任主，苏太极元年任主，元和7月，
孟文人往新州国因事建塔。明文人往新州国因事建塔。乃令出公。仍令出公。初年下月。初年下月6成。7月1日。7月1日。直到正月。到正月。5至8月。玉离世间。拟定有仪。拟定有仪。早事上文。早事上文。为拟破仪。为拟破仪。令拟未尽。命令你未尽。5日起后。5日起后。无人告你。无人告你。法海顶文。法海顶文。悉该地契。悉该地契。唯有神会。唯有神会。心情不动。心情不动。亦无体契。亦无体契。体契啊！哦，体啊。那报告下来哈，就是开始讲，苏武太极元年入主了哈，因为苏武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个年代啦，这个年代应该是伫迄个瑞宗啦，瑞宗啦。瑞宗。瑞宗啊，应该因为伫咱的迄个啊做东辽内底当中有一个东太宗嘛吼，东太宗嘛吼，东太宗李世民嘛吼，李世民嘛吼，还有一个东高宗嘛吼，唐高宗嘛吼，李白的款，我记得李白吼。一个东中宗吼，唐高宗啊，李治。东中宗啦吼，东中宗，东中宗吼。唐高宗东宗是啥人啊？唐高宗我袂记啊。李啦。头前治啊，李啦。头前迄个哪像政治的治呢？啊。有真诶，就比互我印象毋知敢对呢。头前哪像治呢？治政治的治啊，李治。哦，是李治。唐高宗李治啊，这李治呢？等可能是中宗这啊。李治啊，这李旦。看来瑞宗唔系。这个瑞宗唔是签名，我袂记啊。我今日你喏。我背咧。我临时啊吼，我今日好个在我厝边吼，做书记吼，我因为前几年倒来吼，我都还没爱上食饭啊，我嘛拢无衫，我穿安尼吼。你讲这几来穿到回龙岗哦，你讲其实今日无准备迄个功课，拄离爱上拄离这一份吼，厝边去在讲，你咧问吼，白条条，到底你今日是你做对？今日做大件今日做大件吼，我本钱我嘛无去，我就甲厝边按怎直接来使讲。厝边头都无好，你钱都拢袂进内底，我你考比较简单。所以吼，这人当中，敢有这个物件啦吼。这个瑞宗啦吼，这瑞宗这是就是咧讲到呢，太极年代、太极年代啦吼，伊是这个物件是咧指这瑞宗的年代吼，安尼对。当然李世民的时阵吼。李世民当中啦吼，就是有一个花嘛吼，就是迄个武则天嘛，武则天就生做足水的嘛，嘛生做足有能力的啦吼，即摆当中吼，个李世民死了后，换东太宗李治，甲他捡起来做伊的花嘛吼，伫迄个当中呢，伊就去迄个做，李治当中请叫伊去迄个什么业师啊吼，什么业师啊？甘业。什么业师啊？就变啊像做感动的感的意思，感业师的款。什么业师啊？感业师啊。
哦，好好印啊，象。伊内底迄个长期米里内底伊咧收嘛，但即个武则天伊人是足厉害，因为当头摆伊死了后，伊叫做天把即个即个李世民的第七囝嘛，毋是即个东哥庄的第七囝嘛，迄个叫李旦。啊，这李旦伊的年纪无介好，连路毁掉，啊毁掉了后，当做天把。 即个叫雷松嘛，啊雷松我嘛叫麻雕的，对啦，吼，武则天麻雕的安尼啦，因酒袂雕，足复杂的，遐咱无关系啦，咱无关系，咱免去甲读这历史啦，啊，了解一寡轮廓落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伫迄个关键吼，迄个领主就是迄个，哦，迄个年头迄个时阵啦，吼。因就7月吼，用农田往新州国营市啦吼，啊，即个也做国营市即个建塔吼，啊即个新州呢，新州就差不多离迄个镇，无离迄个咱离迄个新州必胜嘛，岭南迄个所在嘛，岭南就叫新州必胜。新兴啊，新州就是离迄个个。 广东啊，广州。迄个广州，广州迄个所在，所在作为哦，这个时阵啊，迄个哦，迄个当年遐咧修学到迄个所在啦吼，那边出工出就是讲较紧的，讲较紧的。哦，出就是一定哦，咧叫做这行业赶紧啦吼。哦，这个处理下法就是。 今年的即个下法就是讲，今年的夏天啊，吼，啊，着夏天要经过秋天，迄个下法要经过秋天的时阵吼，即个国营市内底当中吼，起好啦，安尼对啦吼，7月7日，哦，一道奖啦吼，就是甲内底即个道奖，拢甲做伙啦吼，啊，伊就甲讲吼，五子八骨用于世间。 姓名就是知影讲，我当时要走，吼，姓名就是知影，咱众生唔知影，众生无就想到这个意见。人姓名我要走，但是要走就要走，平时我想讲，做这个种话，那是做法，啊有平时体力话伊就走，一口气无来他就走，但是伊要走，他也唔知做清楚，来去他很清楚。 所以真清楚内底伊透死，伊嘛袂艰苦，啊嘛袂，而且开尾来，伊就走就行，伊就去啊。啊，所以你咧读作为的时，啊，这意见内底当中，伊才毋知影为家己要走，伊足清楚，伊就甲伊讲啊，哦，我想着八月我就咧离开世间啊，哦，而且我想着八月我就咧离开世间啊，你但有疑问啊，爱来问啊，好，来讲。 啊，伊而且当我若走的当中，你咪问就无啊，哦，差不多这意思啦，吼。你看，我若为你考虑啊，吼，你为什么进啊？你上袂几个无了解，我来考虑。哦，连卖钱啊，互你卖，互你拢无卖钱意思，互你拢无，互你拢办得着啦。每项代志拢做清楚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我进啊，在在世时阵。 啊，恁尽量来问，吼，安尼就对了，吼。我去了后，无了解你啊。我若来离开了后，你讲要问啥，应该就无啦，吼。啊，恁即个人我是恁调来做嘛，啊，对恁这时代问题，哦，啊，恁时代问题咧传承咧时代问题嘛，哦，啊，恁毋知影来问我互恁讲，啊，讲互恁了解，啊，互恁我死了后，恁每一个人就是去，吼，去。 调用一方，啊去开发新的道路啦吼，道路意思啦吼。迄个时阵当中呢，啊他英文啦吼，世界哦体系，啊他就是伊咧若知讲，合作会员，伊同时合作团结啦吼，伊是发起甲意见啦，哦发起意见，就参加合作，就差不多同时阿人意见的意思。 哦，啊，法海就是伊个合作委员，哦，会大师弟，安尼对吼。
所以呢，伫迄个时阵呢，迄个法海大师弟听着了，啊，做要倒转去，哦，伊人呢，是安尼，哦，这个铁吸就是讲安尼，铁就是讲鼻涕啦吼，啊吸着甲唱者，毋是好大声啦吼，啊铁甲唱者安尼，就讲足感动安尼啦，足唔甘的就对啦吼，安尼啦吼。但是心会，唯有心会，哦，唯有心会，心性不动，并无铁吸。心会这个小书啦吼，拢是心的小书啦。但是心会这个人，伊的地位是非常的大。但是伫迄个时阵的当中呢，心会因为面色连改面色都无，嘛互你表象无看到伊的悲哀、伊的悲伤、伊来目屎，啊嘛袂听到伊的悲泣。是安怎讲？这叫做境界。哦，迄后壁就写，啊你若要好，啊你就是你毋拿我去做，啊我若毋拿你做，我今日个当中，就心里在做做书，带你这边啊。啊，我若知影要人去对，啊，恁哪会好要干？啊，我做你去对一个，我说到我要去啊，啊，恁哪要干？所以咱人定下若要去，要转来先，咱讲啊，咱尽量讲先把考无吼。啊，咱考伊毋咱要转去啊，咱考毋咱你毋要去对去啊。啊，咱今日去人吼，咱就抱怨俩，咱叫咱的家人，咱问甲恁考吼。因为咱转明日前途，咱知影。咱来甲你考迄个。啊，你咧前途是毋是足好诶？啊，你细根是足痛苦诶呢。咱即个讲，哦，咱个囝足有效，咱个媳妇足有效，咱个安怎，咱拢伫遮放袂落尔呢？哦，咱阿孙咱足乖哦，咱安怎？有一日来，有一日迄个无情来啦吼。你毋免走会爽。啊，你考路用吗？啊，你烦恼有路用吗？你唔敢有路用吗？这种叫做多疑的啊！啊，你既然多疑的，众生拢是多疑的多疑，你无事实，你做这无事实的工作，安尼有悲哀无？啊，所以因为人心会人因为伊了解，人伊自个一个做出，伊要去对，人伊足清楚的，伊在哪吼？迄伫迄个耶稣内底当中啊。那当然叫爱笑心歌，不过离耶稣，因为因也是人死嘅当中讲，哦来礼拜啦，来唱圣歌啦，来这个祈祷啦，什么这祝福啦，因为我好把大声细声啊，听无啦，众生哪好把大声细声？因为众生就讲，哦，我一个亲人啦，叫人叫走去唔甘有，人有感情这是事实。人有感情，你想我40几年还无感情。你若向来安怎，我咪讲较袂讲，我袂讲我是假出的啦。但是咱来怎，咱来知伊要去对，伊这修，咱马上就修，伊要怎明日前途，咱毋知影。啊，咱反倒转来，换一个角度去祝福，祝福你当明日前途，别讲叫回养我。咱甚至叫做转世身体。啊，两个